有人说，苹果可以改变世界，一个苹果砸醒了牛顿，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。还有一个苹果，让我们永远记住了阿克苏这个新疆的地名，还有冰糖心那种奇妙的口感。丝路古秋瓷，神奇阿克苏。大家好，我是子迪诺。站在阿克苏，远眺天山第一主峰托木尔峰。这座海拔7435米的高峰堆满冰雪，孕育出塔里木河的最大支流阿克苏河，冲击出一片不可思议的绿洲阿克苏。塔里木河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，源于帕米尔高原冰雪融水，由144条河流汇聚而来，穿越焦渴的沙漠戈壁，要把世间最甜美的果子带给河流两岸的人们。阿克苏苹果之所以甘甜的原因，更来自于日与夜、天与地的极致性。在这片不可能的地方，种出了中国最甜的苹果。阿克苏是什么？新疆又是什么？就是这种托木尔峰消融自己，投身大河，游走大漠戈壁，不管不顾，只求奔赴，再不回头的稀世绝恋。就是这种荒凉的无人区与桃源般的村庄，同爱同在，冷热无惧的命运共同体。就是阿克苏河、叶尔羌河、和田河与此相会，生出的那片古老苍劲、3000年不灭的胡杨林。在塔里木河沿岸，金色胡杨与蓝色天空、黄色大漠、碧绿湖泊等交相辉映，让我们看到了风的形状以及树的决心。生而1000年不死，死而1000年不倒，倒而1000年不朽。在最极致的地方，往往有着最极致的物种，这就是胡杨的倔强与传奇。就是这种适应任何环境活下去，并且把生活变成艺术的决心以及勇气。就是像刀郎那样聚集在一起，把阿瓦提创造成新疆棉城与刀郎之乡。就是汉代西域城邦中的龟兹古国遗址，克孜尔千佛洞、苏巴什佛寺无所不在的人文气息。在这里，生活总是被一种悠远的历史氛围所包裹。克孜尔千佛洞兼容并蓄地保存了几种文明相互融合时的最初模样。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就出生在龟兹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，再由龟兹一路东传。在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上，燃臂观音高高举起自己燃烧的双手，为丝绸之路上的商队照亮前行的道路。有很多人不远万里西行至此，无论是骆宾王还是林则徐，都想在这片大地上留下痕迹，把最甜美的果实奉献给众生。距离克孜尔千佛洞仅10公里之外，就是西气东输的克拉2号气田。万古荒原之中，大地储蓄能量，将信仰与烟火同时献给人世。阿克苏从来都超乎想象，
这座黄沙戈壁之间的白水城敞开了胸怀。他所奉献的所有甜蜜，从来都有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勇气与决心。爱上阿克苏，爱上世间所有因热爱而产生的奇迹。